观看卫福部有告日本福岛5罐的食品进口管制被全部取消，也就是讲原本所禁的这野味、野菜加香菇这类的物件，未来只要有相证明有检验过，就使入来台湾。消息是强调，草案的有效期有60天，而佮继续收集各界意见。2012年3月11日发生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了后，台湾禁止福岛自城、日本群马甲千叶等5罐食品输入，一直到2021年行政院宣布，由禁止特定地区改做禁止特定风险品项输入。卫福部小数23个有告，会全面改进日本福岛5罐食品输入管制。本来有53个国家或是地区对日本食品有采取输入的管制措施，那目前已经有49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完全解除管制措施了。小苏表示，这摆有个修正停止输入查验的日本食品品项别，甲伊生产制造地区草案有3大重点，包含日本国内禁止流通的品项依然不准输入台湾。福岛5罐的野生鸟兽肉、菇类甲绿油菜等原本禁止品项，该用户相证明管理，而且边境每入会来检验。其他非福岛5罐的日本产品，若提出产地证明就使，按过消基会是反对。虽然呢，卫福部呢表示会采取双证的制度，还表示呢会来逐批做检查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边境的检查，即使是采取逐批，也是抽样而已啊。这个还是会有一个漏网之鱼的啊。小苏强调，为2012年代志发生到即马，伫边境检验辐射23.5万外批，检测结果敢若有微量检出，拢符合台湾甲日本的标准，无合格率是0。这项草案修正有61日有效期，会收集各界意见，佮进行综合评估，无有设立场，也无时间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